所有社区的参赛队伍用指定的歌曲，家己编排适合的健康操，有装扮、有道具，会当看出因用心的准备，并且跳出健康活力。根据了解，安南病院亲近社区的健康营造已经10档，社区医学部辅导各社区开办老人健康促进团体，到达已经有20个据点的成果。10号总共有7支队伍，将近100位时代做伙参加健康操比赛，当中也阁有4位超过80岁，甚至连坐轮椅嘛要出来参加，展现热情活力。非常开心，我们在大节因自主训练抵安的礼拜1到礼拜5那因弄自主训练之后，每2个礼拜会请我们专业老师来特别教新舞，好大家能够有新的舞蹈来练习也感谢安南医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表演舞台谢谢我们团队今天大家都表演非常精彩，身体较好，快乐，然后心情也很好，然后你讲无演拜无跳舞身体哩落落，多跳舞咯，身体加偌好呢。嘛加较瘦呢，比较好。甲年轻人社会会当分享这个开心，这个快乐。面对后疫情时代，如何让长辈加入社区，透过健康促进活动机会，彼此交流，互相关怀，达到在地老化、强筋健骨，也成为在地病院推广健康营造的焦点。这次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安南医院配合区公所跟卫生局。可以把我们长者再集合起来，因为本来中央就有在办一些所谓的高龄健康操等等。那我们利用一些讲座、健康促进，甚至我们聘请所谓的健康运动指导员的方式，然后到各区去鼓励长者出来。那我们发现几个现象也是非常有趣的。第一个就是说女性参加为主，那所以我们这次是鼓励男性要多多参加。那第二个，或许有些住在机构有一些轮椅的长者没办法出去运动。那我们也在我们的护理之家也辅导一个团队，等一下要做一些高龄健康操的表演。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健康的长者来帮忙，有一点点不健康的长者，也让年轻的长者来帮忙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利由大家一起来把一些以前在疫情前大家在疫情中造成的生活的不方便或心理压力的郁闷呢，能够在这个疫情慢慢恢复之中能够走出来。经过激烈竞争，最后由嘉西温产的老宝贝以在地社区的特色，结合体适能的动作设计，摕下冠军，嘛成功吸引众人眼光。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